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出来及记第6章第2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宣调、呼调，或者是讲选民。基本上概念是同款的。基督徒要安怎看家己的呼调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。因为会通有一个清楚的呼调，并且实际去实践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这是牧师时常爱提醒圣经内底所讲基督徒的真正的意义。如果无有呼调，耶稣基督上天进前，甲门徒所讲的大使命，就真做无路用啊。保罗所强调的，若准无过活，就咱所传的拢是枉然啊。所传的是重点，就是基督徒拢是受呼调、受选调来传主耶稣基督过活的福音。上帝解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为着要实践伊家己予亚伯拉罕的应允。虽然咱知影伫埃及的以色列人真正济，要解救因来逃闪伫法老王的手，并无容易。但是如果摩西会使的时阵，敢讲上帝无法度吗？伫逻辑的想法顶悬，上帝根本无需要人来替伊做代志，更较无需要对这个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。上帝毋捌带伫埃及的以色列人来显示伊的名。虽然伊捌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，但是住伫埃及430年久的以色列人，根本就已经袂记得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已经习惯伫埃及的生活，可能伫受压迫的日子中间，嘛渐渐失去信心。圣经讲，上帝指示摩西讲：“我是上主，是全能的上帝。我捌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但是我从来无有将我神圣的名启示予因。我捌甲因立约，应允将因伫架骹过的这个迦南赏赐予因。现在我听见以色列人因为埃及人奴役因来发出哀求的海惨，我记得我的约，所以去甲以色列人讲，对因安尼讲：我是上主，我要救恁。对埃及人甲恁奴隶的下面来偷帮恁，我要伸出大溃力的手，大大来处罚埃及人。我要拯救恁，我要将恁当作我的子民，我也要做恁的上帝。当恁对埃及甲奴役的中间得到自由的时阵，恁就知我是上主，是恁的上帝。我要应允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所以我一定会将恁带到伫迄个地，用遐做恁的产业。我是上主。摩西将这个事甲以色列人讲，但是因毋听伊的话，因为残忍奴隶的生活已经互因丧志啊。
咱看见圣经安尼讲，但是因毋听伊的话，因为残酷的奴隶生活已经互因丧失意志。因对生活无有愿望啊，因对上帝无有信心啊，因为因袂记即上帝还佫伫咧，佫会通保守因。因对摩西无藏着愿望，这是咱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，伊呼召一位看起来是真无可能的人物摩西。咱知影伊是80岁的老人，而且呢，伊佫捌是迄个统治过以色列人的埃及王子。伊捌因为杀埃及的士兵，互埃及的法老王来追杀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伊不但是生分的，佫是通怨恨的对象。安尼的人要来带领以色列人，对人的眼光来讲是无可能的。但是上帝就是迄位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，伫无可能的中间来行神迹的上帝。上帝选调摩西，即种是真正无可能的人选，来带领一群乌合之众来出埃及，来逃离因的苦难，离开受奴隶的所在。真侪时阵，咱嘛认为上帝要爱我做即个服侍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袂晓啦。耶稣基督受到上帝的选召、差遣，为着世间人的需要来降世，成做救赎，互所有愿意接受伊的人，拢会通得救。相时，伊家己嘛成做迄个献祭的大罪羊羔，成做迄个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第8章安尼讲，阮所讨论的重点是安尼：阮有一位安尼的大祭司，伊坐伫天顶至权权力的宝座正边，伊伫至圣所供职的即个大祭司。这个圣所毋是人所做的，乃是主所建立的真圣墓。每一个大祭司，互人民向来向上帝献的礼物甲祭品的，因为安尼，咱的大祭司应该所奉献的。如果伊是伫地上，伊就无可能做祭司。因为已经有照着犹太法律来献祭物的祭司，这祭司所做的只不过是天顶圣母的副本甲影像，就好像亲像摩西要去做圣母的时阵，上帝对伊讲：“你所做的拢得爱照着你伫山顶受着指示你的模式来做。”但是现在基督所接受的祭司职务，比因的较少得济啊！就亲像因伫上帝甲人的中间做中间人的迄个约是更较好的，因为这个约是根据迄个更较好的应允来设立的。如果第一个约无有缺点，就无需要第二个约。耶稣基督受选召，成做上帝第二个无有缺点的约。伊的降世、死、搁活，确实超出人会通想象、会通理解。
但是上帝却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啊！不但是安尼，因为伊的完全，互即个大祭司的献祭会通一摆就完成，成做真的圣所，赏赐更较水好的约甲将来，互咱会通因为伊活地来得救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是安怎伫做声势？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得排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对峙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，咱着来讲喙压制咱的骹车，来切断捆绑咱的锁。上帝坐伫天顶得笑，得踢笑因的阴谋，伊受气要甲因警告，发圣地互因惊吓。伊讲：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。王讲：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对我讲：我就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，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要用铁管甲因讲，亲像讲喙飞仔去。政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者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才免伊起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亡。因为伊会随时发受气，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。感谢天父选召阮，互阮蒙恩得救，也互阮受着呼召来跟对基督，学习来互人得到利益，互阮会通来迎神益人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